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。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圣经共读时间，我是敏媛执事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是《申命记》第4章第25节到49节。这段经文由我们最敬爱的明哲长老以台语来为我们朗读。那因为我呢自己目前还在学习当中，那这次特别请长老协助经文的部分，也恳请大家多多包涵与见谅。我也会持续的努力学习台语的，希望未来能用台语跟大家一起来读经。那现在我们先安静下来，一起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，能一同来读你的话语。求你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和眼睛，让我们不只是听见声音，而是听见你的心意。愿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工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敏哲长老用台语为我们朗读整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是摩西在生命的尾声，站在约旦河东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。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，而摩西不能一起进去，所以他用最后的机会把最重要的提醒说给百姓听。这是一段带有深情也有警告和应许的话语。现在我们来安静心，一起来听神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申命记第4章25节到49节，恁伫迄个地住真久，生囝传孙，若对落，做逐款形状的偶像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。我今仔日就叫天叫地出来作证控告恁。恁话伫过约旦河得到最产业的地，真金灭亡。恁伫迄个地袂久长，会彻底受消灭。上主为互恁四散伫万族的中间，伫上主赶恁去遐个国，恁剩落来的人真少。伫遐，恁为服侍人的手用茶用石做的神明，因袂看、袂听、袂食、袂闻。毋过，恁伫遐要找上主恁的上帝，
若专心专情找伊，就会找到。将来恁拄着逐款苦难的时，恁会归向上主，恁的上帝，顺服伊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袂放杀恁，袂剿灭恁，嘛袂忘记得伊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。恁查考全世界，对以前就是对上帝创造人类伫世间以来，减捌有亲像即款的大事发生。恁减捌听见即款代志，减有倒一个民族捌听见上帝对会中讲话的声，亲像恁听见，毋过遥活地。减有倒一个生命，亲像上主恁的上帝，对万族的中间竞选一族，做家己的子民，佮伸出大气力的手，用灾难、侵略、歧视、战争，伫埃及为着恁做大佮通惊的事。上主安尼对恁显现，互恁知伊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伊对天，互恁听见伊的声，为着要教示恁；搁伫地上，互恁看到伊的大火，听到伊对火中甲恁讲的话。因为伊疼恁的列祖，所以拣选因的后代，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。对恁的面前，将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，带恁入去因的地，将即个地赐恁做产业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所以今仔日恁着知，着会记得，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，伊的规例甲诫命，恁着遵守。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，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，久长徛起。第41节。后来，摩西伫约旦河东边指定3个城，互遐个无冤仇、无意中误杀人的人，逃走去遐，通保全性命。属鲁便人的是伫旷野边缘的比色。属迦得人的是基列的拉末，属玛拿西人的是巴珊的高兰。下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，是摩西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传互因的教示、规例甲命令。伊颁布律法的地点伫约旦河东边，北比尼对面的山谷中。属住伫提什本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地，摩西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杀死西宏，因占领阿摩利人2个王，西宏甲巴珊王5，伫约旦河东边的地，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，直到西念山，就是黑门山，以及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地区，直到阿拉巴海，接近比斯加山山脚的地。以上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慢慢消化刚才的经文内容，我会分3段到4段，帮助大家更清楚的理解。第一段25到31节是回转的应许。那经文第24到26节都提到神是烈火，神之所以忌邪，是因为他深爱我们，不忍看见我们被虚假的偶像伤害，这能让警告听起来更充满爱。摩西先说了一个如果你们住在地上久了，生子生孙后转去拜偶像，那么神审判会临到你们。但令人动容的是，这不是全然绝望的结局，因为摩西说，你们在那里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就必施恩于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神永远都有恩典等着你，即使失败流离，寻求神必能寻见。第二段
32到40节，独一无二的真神。摩西在这里用了一连串的问题，帮助百姓思想，有哪一个神像他？从火中的与人说话，亲自拯救百姓出埃及？这些提问不是要求答案，而是要让人惊叹，原来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么的伟大，这么的独特。诸天之中，没有任何神像耶和华如此亲近人，所以摩西劝他们要谨守诫命，好让自己与子孙能够在地上得福延年。这不是交易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第3段与第4段我会一起来说。经文是41到49节，这是陶城的预备与话语的根基。这段经文看起来像一段历史记录。摩西设立了3座陶城，让误杀人的人能逃进去，不被报仇。这3座陶城是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，在约旦河东就先设立的。这代表神的怜悯走在最前面。在百姓还没有进应许之地前，神就已经预备好了恩典。这是法律中极有温度的一个部分。神不是冷冰冰的定罪，而是连在审判的体系中也设计了陶城，让有人悔改和重来的空间。在审判与公义中，神预先留下了恩典的出口。这同时也记录了摩西颁布法律的位置。这代表神的话语是有根基、有历史，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连贯他的拯救计划。它的核心信息是，神的话语其实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与地理坐标上。听完这段3000年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叮咛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在讲历史耶，离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有点太远了？但其实人心对安逸的沉溺，或者在软弱中的挣扎，是跨越时空的。这段经文不只是律法，它更像是一封上帝写给我们的家书。字里行间都在问我们，孩子，你的心现在在哪里啊？这段经文让我看到神是一位又公义又慈爱。他严肃的警告，是因为他爱之深责之切，但他也温柔的应许，只要你寻求，他必施恩。这让我想到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陷入一种被掳的状态，也许不是身体被关起来，而是心里的情绪、压力、忙碌给囚禁了。我自己就有一段时间，生活忙到灵修断断续续，甚至离开教会、离开神，心里很愧疚。我觉得自己不够属灵，甚至有一阵子不敢回教会。但就在那个低潮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重新打开圣经，聆听诗歌，读到的不是责备，而是一句话：我必施恩于你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神从来没有离开，是我自己转身了。他一直其实都在原处，用爱等我回来。这就是陶城的意义。神永远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喘息、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，不只是古老的记录，而是上帝给我们4个现代生活的锦囊。第一，是一个邀请，不管你现在觉得离神多远，今天就是回到他面前的最好时刻。第二，是一个提醒，当生活顺遂安逸的时候，我们要时刻的提醒自己，别让心灵松懈了。第三，是一个安慰，就算你失手、失言或失败了，神仍然有恩典让你寻找，他的陶城永远为你开着。第四，是一个挑战，我们领受了恩典，是否也愿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陶城，给身边的人第2次机会，成为一个能接纳与饶恕的人。如果你现在正感到迷路或疲倦，不妨就在心里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回来了，他
一定会听见，也一定会张开双手的欢迎你。愿神赐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愿意谨记你的吩咐，也愿意在跌倒时靠你重新站起来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偏离你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讨你喜悦的器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的盼望是在乎你，主你是我